今天尽量不要吸鼻子。你怎么说没穿开不要穿？系啊，是穿开啦。不要冲哦。系啊，来录这音人说你遮说无伊要安创，为着无穿开，所以你遮无穿开。安尼就听无对吧？我紧我甲加就好啊，无不要啦。哦，你到时候一个点脸书名册，搁甲写讲哦，我写私人的尔，无要紧啦，虽然是公开。啊，朋友拢差不多呢。对啦，差不多。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一经现，宽语经；一经明，沧海情；一经路，动生机。景之岛的机环漂流即将启航。大家好，我是阿迪。拄则开头念的是实验剧集的新作品《景之岛》的介绍头一段，字真水，安尼规篇介绍看了后咧，完全毋知要搬啥，所以我决定咧，就请因亲身来解说一下吼。咱之前若捌听过即个金银岛，就是即个金银镯吼，是咱其实捌来过一遍，所以算讲是咱的老朋友啊啦。吼，先请咱现场来宾来出一声，甲大家拍一招呼，好不好？来，为你家开始啊，魏老师。喂，如芳老师这边开始好啊，好不好？大家好，我是编剧施如芳。来，过来是。大家好，我是导演李易修。易修。大家好，我是淑慧。你是啥人啦？你是安那？你是名模。那录音啊，那用手机啊，在照镜哈。我整理我的刘海。咱今日无录影啦，吼，免烦恼。共款照咱过去的即个惯例啦，因为这是一出新的制作啊，吼，咱的来宾先介绍一下咱家己伫内底的主要分配工课是啥物？咱为如芳老师这边开始好啊。我的工课就是写剧本，就是即个题材甲导演甲制作人决定了，就开始无中生有了。你负责即个无中生有就对啊。是。主题是剧团先互你，还是你来发想？其实是大家参咧参啦，就是事实上我是看到叶秀伊做的新话吼，讲到要安讲，就是内底有一寡贴壳的迄个气味，吼因去发明的即个新话语即个是。有影对我来讲真疯狂的一种做艺术的态度啦，有去甲我感动着，佮内底我有去接受着咧讲台湾。是。即个物件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大的震动啦，因为我这个年纪的人吼，就是讲，伫阮学习的迄个时代，其实汉尼真正去捌着台湾，所以对我来讲，我即几年的创作是伫甲家己补课。我毋敢讲要去影响啥物人，毋过我是感觉我家己有迄个真正的需求，我是感觉讲看到剧场的同行哦，少年辈吼，比我较少年人吼，就是咧讲台湾，用伊的一个方式咧讲台湾，我真感动，所以我是家己投怀送抱啦。我就是去找因讲，敢有迄个机会讲，咱会使来合作。算讲自投罗网就对。先客气啦，阮就该交咧。个声就对啊。哎呀，个声啦。导演呢？也是导演是，共款当然你的工课嘛是导演嘛，对。甲顶遍有啥无共款无？顶遍哦，即摆是顶摆嘛是下订单。顶摆嘛是无共人写，毋是我家己写。是。即摆嘛是下订单，但是写起来是有
方向就无共的啦。顶摆迄是真正咧讲，有真正诶讲搬人诶故事。即摆搬诶拢毋是人。迄是要讲做地理，台湾的地理的故事，其实都是下订单，但是这就其实是做足久的。做足久吼。这个 COVID-19 还未开始进前，都已经开始咧讨论啊。对，足久。迄时阵就是差不多可能3个月啊，是半年啊，开一摆会，可能讲想讲还有啥物新的，敢进前足侪想法的。慢慢啊，就讲在讨论啊，较紧到即摆讲，讲就做一个金之岛安怎讲？金之岛的故事，嘿。所以因为之前咱顶便你来时，其实有小可提起过嘛，讲有一个新的制作，虽然毋是即个超新3部曲的第3部吼，虽然我有个差点好便宜，我就骗2届吼，顶摆金银毒嘛是想讲是3部曲嘛，大概拢互你骗。我人来了，所以讲我想讲，之前敢若后来想起来，然后讲确实捌有讲起过，讲有一出是当伫准备的戏吼，敢若有提起过即个名吼，就是讲佫无讲介清楚，但只是想讲，我本来看到即出也想讲，我袂记你之前讲过即件代志，我刚想着讲，第3部想袂到遮紧出来，本来讲10档，讲写是出来10档，我想即个呢遮紧安尼吼，都差不多10个月尔，想袂到无啦，我佫互骗去啊，总算佫一个新的作品安尼，那总是一个新的作品嘛，吼，甲无共款的即个编剧合作，然后无共款的作品的风格，但当然即个作品的风格，我感觉有无共款的感受，所以咱就咪嘛会讨论到即个问题。那苏慧老师咧，你的即个音乐方面，你嘛是共款编腔编曲，佫有啥物其他的无？共款，佫爱上台。你共款即个嘛爱上台？对。你即个要演啥物角色？即个应该是无角色啦。就是演奏的部分就对啊。算是全能的上帝所在，敢是安尼讲安尼。C 位，对。嘿啦，其实因为我会记你进前每一出其实嘛是拢原则上是伫台顶嘛，只是伫台顶的无共所在啊，无共款的表现的方式安尼。大概应该是即个方式，甲顶边可能较顶边对吧？因为你顶边是即个金银岛时阵，其实你算讲是嘛是算内底一个角色，只是讲来看凡间发生的代志。对吧？你顶一出即个经济毒是安尼嘛？是分几年诶，即个年过问题。那佫较进前方来甲大神拔，敢若是较伫半部后有一个即个捕捉到的感觉，对无？我印象中是安尼。你有理解我伫讲啥？孝辉老师即马敢若是放空，系啊，你个表情，小可伫讲神，刘海处理了，安心嘛就对啊，你安心嘛就对啊。即个敢若嘛是。即马上新的安排是伫个4位，所以照你讲嘛是台顶有一个意义伫咧就对啊。即个位徛伫，毋管你徛伫倒位啦，即个台顶有一个意义就对啊。听起来是安尼。就导演伫个点头。无意义嘛，无要紧啊，敢若财神岛、神明岛，该踩喺中，大家安尼哪拜哪听。顶台就对啊，对，有你出现都无问题啊，就感觉管你要第一档还是安那，可能大概即个问题就对啊。咱拄开始进前，因为还未正式来讲到即出戏本身啦，但拄开始进前，因为咱讲即出有做经济岛嘛，金鱼即个事，当然你会使讲经鱼，确实过去就即个记载，但是当然嘛要考一下即个淑慧先生吼。即个咱一般除了经鱼，大部分咱白话安怎讲？台语内底金鱼，咱白话一般安怎讲？阮编剧已经有教过啊，讲是海昂啦，海昂无对。我想要讲解读秒，我即个抗白的所在，我全部拢会留落来。我看大家想我想到即个手机向无反应，是无连到即个网络的款安尼。海昂无毋对吼，一般咱若讲金鱼，台语会讲海昂。若过去你若根据即个台语大词典的记载，佫有一款讲法做海游。游是鱼字边，佫一个华语有种酋长的酋，做海游，嘛有即个字，甲海洋是共款意思，有即个无共款的讲法。
因为即出有一个较特殊的所在是，当时是你嘛有小可提起过，就是即个三管共治，三管共治，会使大概解释一下三管共治是啥物意思无？好，安尼应该是我讲哈，嘿嘿是，好，到底是啥物意思哈？制作人，你意思应该是讲吼。我就是刚才投案鸟，我其实无想，这段敢袂使剪掉。还是这个制作人在你边仔听的制作人要来讲这个，你要不要特别来宾一下？咱隐藏人物稳重的身份吼，庄家人的边啊。我实在袂晓讲，来，最后你讲者，会使大概解释一下三管共治是啥物意思无？你要用社会先生这机吼。代表三管的管方宣扬一下理念。下面有做三管共治，打三管。不要紧，要紧，你参难讲。三管就是国家戏剧院，国家戏剧院，台中歌剧院，是特别毋是台南高雄委啊，毋是台南，歹势高雄吼。高雄维稳呀，这个文化中心是毋是？伊是毋是？伊是合作文化中心嘛？是啥物？文化中心。国家艺术，伊嘛是国家对，国家文化艺术中央级别。就是三管因2年一摆的一个上大的案。伊是一当一摆，是两当一摆？两当选一摆。嘿，伊是定选讲大家来投行，我们选项安尼。是入选的，因会安排三管拢会使去演出的。所以你的演出的场所其实都会真侪场，对吧？因为你变讲台北台中、高雄拢爱演出。是。加起来我看你的这个时间表，敢若都差不多半当去啊。有无？前后加起来，敢若演出来讲，头一场甲上尾啊，差不多，因为4、5月份起啊嘛，所以即个计划是两当选一届是选几件？一件咧，敢若选一件尔。是。台湾有足侪表演团体呢，足侪艺术团体表演的遮个。拢真厉害的团体你安怎选掉的？毋知影。就楼主拢跋杯嘛。你讲迄个评审就敢若跋杯尔，无啦，我拢后白讲，无用听着嗨。就是即届是安怎有法度去争取到即个吊顶？可能是施如芳老师的关系啦。因为入围，我们有复选候选的时阵，是敢是有6件还是5件？5件，有3件。拢是如风老师的剧本，对，可能是伊决定互阮去演出的。现在讲伊的特色其他无共团体，你无害人去特色其他团体哦。所以老师遮厉害，你入选5件内底有3件拢你的，你规个拢总包就好啊。其他2件拢是舞蹈团。无法度写剧本的迄款的，所以想讲嘛足惊吓，是啦，3件蹦做伙吼。系啊，变成讲你即手心手背拢是肉咧，拢家己的，安怎创？是啊，毋过确实10年甲无独有偶，即件是，就是三管开始争件的时候，是头一个来甲我讲，因要准备去参加，就是上勇的啦。我讲就是讲，因迄时阵拄头来，阮咧讲即个题材，讲要写的时阵，我心内愿望，敢若想讲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剧场，试一个新微趣味。我就感觉是我来跨入因的地界啦，家己去享受安尼。无想到讲要参加一个遮大的甄选，毋过我嘛知。开始无甲你讲，毋是，我就讲，就是无想着讲因随要去想要去，因为。老实讲，对表演团体来讲，三管的资源，当然还有荣誉啦，吼，这大家拢要爱。确实所以我嘛袂使讲毋通哦，安尼。毋过其实心内是足惊吓，就感觉讲，忽然间就是讲，那种物件拢爱经足大啊，心内是安尼想。规模都无共款啦。是，毋过确实因为头就是开始咧准备时阵，找无独有偶，就是表达一种决心啊，是讲大家就是来集思广益。我一定要摕到，是不是？最早就大家伫遐参详啊，讲咱会使贡献啥物部分的创意，因为真正先主要是大家甲想法创意先提出来。是。所以确实是足认真的准备，所以因入选我嘛是足欢喜的。我希望老师无去得失掉电话啦。阮即摆是有较特别，就是讲阮的企划书送出去进前，阮是所有的编剧、设计。这作曲拢大家斗阵出主意，
其实在部分的即个可能代工，也是伊的大概的形式，其实已经完成啊，就对啊。无即种代志，了后无即种代志。了，我迄个时阵以为我的剧本已经差不多啊，结果了后佫钉饼，就规个拢刷去安尼。伊本来顶礼拜，即个顶礼拜伊嘛想讲伊无代志啊，结果即礼拜2工进前，伊就无啦，即个无佫大改啊，毋过迄时阵是。就是三观，有影阮去参加迄宣告记者会，心内拢足欢喜的，尤其是我感觉讲我出运啊，即马剩的都是交互迄个二创的人去了啊，我无代志啊。啊，毋过无想到讲后来感觉袂使呢，那想袂通呢，啊，就规个佫重新规个结构拢大改的对啊。哇，这大工程的对啊。规个过程啦，所以三观共济是一个真特殊的即个荣耀啦。我想应该是安尼，因为我有看到新闻伫报道，特别有一个记者会嘛，吼。我就本来想讲，敢若有提起恁的团的名，想讲是毋是敢若经一间，还是讲有几落间，佮真正敢若经一间尔，就是敢若一团尔安尼。确实是无简单啊！讲实在，你会使大概解释一下，讲到底经济岛即个故事，既然你讲已经规个结构嘛拢改过啊，吼大改过，毋管咱就算还袂完全结束嘛，应该有一个大概的内容会使互大家了解一下嘛。如果你看即个简介，像我在看介绍的时候，我就想讲，看起来敢若有一个啥物物件，但你要问我讲到底演啥物物件，我真正讲袂出来。所以我想亲身找恁来解说会较紧啦，吼！这个人作业个人担嘛，所以恁家己写。咱来家己来解说嘛。介绍的问题，是写了啥物啊？我就不知。敢有讲大地动、大海涌，还有一个要死的查某囡仔，有是敢若有，嘿，这查某囡仔安那发生啥物代志？应该讲是一个安魂曲安尼。嘿啦，会使安尼讲，就是讲阮有设定一个，就是现代未来式，对咱讲其实嘛是现在啦吼，就是讲，就是大地动了后，搁大海涌，大海涌了后，搁大地动，所以迄个岛就平，岛甲平啊，啊剩一个查某囡仔就对啊。嘿，啊伊伫上孤单的时阵，有一个想象的朋友出来，嘿，啊就会。甲伊对答，因就是用讲故事，讲演过听过一只大鱼的故事，要来经即个末日，甲家己走找一寡快乐啊。即个故事就是关于讲即个鱼嘛，要安怎讲？就是讲即个故事其实上，阮就是甲台湾的地理条件，甲伊当做角色来搬。所以阮的创作内底就是想讲用经系甲昆系来代表台湾，就是为因出世，为因经过600年的板块的迄种枝芽葡萄出来，就是昆年的出世，嘿啊，要写讲乌条，就是库洛西奥，嘿，就是嘿，对即个昆年伊的注目，安怎希望伊大汉。吼，因为阮的设定内底就是昆年去甲艺系吼，其实因是还袂完成，因还袂完成因因为因咧等待因的灵魂来甲伊合体，灵魂对来讲，灵魂就是经啦，所以阮若就是身心灵来合作伙，即个生命体伊才有完整明白家己的迄个时间啦。啊，当然对角色来讲，这是一个因无了解的秘密。因就是豆豆咧大汉，因为乌条就是交代迄个必须就是一只大牛啦，嘿啦，爱甲因照顾，爱甲因抚养长大安尼啦。嘿，啊，伊会大概来顺啊，希望因紧长大。啊，伊心内知影秘密就是讲，因咧等待迄个经来甲因合体安尼啦。就是讲即个查某囡仔甲伊的朋友咧讲的即个故事就是即个昆系甲艺系即个故事安尼。就是当然内底即个生活故事就是咧讲昆系甲艺系因安怎要安怎转化，为因安尼懵懵懂懂，安怎去明白家己，安怎去阮互因算讲2个梦境，一个是艺系去山林，一个是去听着海的声，还是甚至
有去梦着经带伊去大海，去经历一寡代志，所以因就是为这梦的当中去感觉讲，咱像有啥物物件咧甲呼唤，咱想要逃走啦，想要走，落去互迄大闭嘿，大姑，嘿，想要甲控制啦。华语叫做闭戏啦，就是会派即个酒逼的迄款，新秀的一款。台南有足济无？是，恰看老一款的。嘿，要甲控制，结果了，因就做一个做大的动作，啊，不，这敢会使剧透，反正就是了，就是讲伫迄个看起来是死亡的情景当中去甲伊的灵魂去结合安尼。其實我覺得這個故事聽起來吼，較像其實有對應着你當拄開頭佇講，就是講找你家己的即個比如講台灣的認同，還是重新去熟悉家己生活的即個到即個環境迄個感覺。佇咧咱的即個網站的即個介紹頂懸內底，其實嘛有講，伊特別寫一句講，這是屬於台灣自有的山海經，吼，台灣自有的山海經。我毋知大家看過山海經無啦，吼，因為我高中時就先看這有誒無誒，吼，逐工並起來。我講較是你講的即個故事的大綱較是有即個感覺吼，一直有互我即款的創世神話，咱講創世神話迄款感覺。我念一段迄個你佇咧網站頂懸寫的，但我用台語重新翻過吼，伊講當時的烏樓就是黑潮吼，當時的烏樓甲火山島相互流情，火山島領受神諭，養育着天地靈氣所生的鯤甲蟻，蟻就是魚字旁吼，魚字邊甲一個兒子的兒吼，迄個蟻。那如今的半腦體質讓鯤蟻一動一靜和諧互補，直到遠方的驚聲傳來召喚，鯤與蟻同念前往大海。深信神諭的火山島決定放手一搏，就是伊其實你會使看到足濟是足大的物件，迄個感覺就是山啦、海啦，吼，這其實是我過去真正捌去過即個夏威夷的大島，伊是火山島，吼，塗骹有真濟規零迄地形，就是火山島形成啊。伊嘛有真濟像即款的創世神話，我即個島是安怎來？可能搭一個女神啊，火山女神甲即個海洋的女神兩個啲無歡喜相拍，姐妹啊無歡喜吼，為着查甫人啊，最後一個款啊，造成即個島變成啥物款？有即款創世神話的迄個感覺啦，吼。我想講，順便補充一下啦，即個鯤甲蟻，我相信。大部分咱的聽友可能會想講到底是咧講啥吼？這兩個物件，佇咧漢語內底過去嘛有，那你若是佇咧差不多100多年前，甘字典嘛有特別寫這兩個字啦吼，一個念做鯤，一個念做蟻。鯤有較特別一說，就是講伊嘛有足大的魚仔的意思吼，因為這個總書逍遙遊，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一代不敵其千里啊！吼，就是講大家你已經算袂出來偌大隻，但是其實鯤那個另外一個意思是魚仔囝。伊有另外一個意思是魚仔囝，蟻嘛是共款吼，蟻有足濟意思，伊包含有即個雌性的雌性啊，吼，雌性的即個海翁的意思嘛有，但是同時伊嘛有魚仔囝的意思，所以這兩個字本身攏有魚仔囝的意思。我毋知如芳老師是當時是有特別去查這字啊先啦，但是這兩個字確實是魚仔囝的意思，所以伊敢若有一款隨着因的即個慢慢長大、慢慢大漢的即個過程當中，像你講佇夢境內底一直接受到一寡呼喚，有一個啥物物件佇咧呼喚伊，甲伊希望找到伊家己伊的過去，還是伊的認同，伊的原生的即個環境，還是啥物物件，即款的方式，所以我講我家己感受啦，就包含你講故事甲你內底用的字，我講有兩個意義，第一個就是即個你甲創世神話即個物件安佇咧台灣即個島頂懸吼，就是吼透過即個查某囡仔來講故事，講我過去聽到的即個台灣的創世，台灣的即個島是安怎來的迄個感覺。那第二站當然就是透過這個故事內底，即個魚仔囝要重新去找回家己的，咱講母體嘅，就是伊家己認同的物件。當然伊用透過即個夢境的方式來去看待吼，來去感受。我這是我家己咧看的感受啦，我感覺真趣味。伊家己的作品其實非常之濟吼，就是這甲未講你，
莫讲做吉咧，敢前一阵，比如讲你嘛写过舞台剧啦、音乐剧啦、歌戏啦、北京戏啦、昆曲啦，还有即个豫剧豫剧就是豫剧啦，嘛念U嘛念E，嘛会使念做即个你若是像导演的即个腔，应该都会较活即个音你遮济款无共款的剧种的剧本这么多剧种剧本即个你写经济岛伊阁是无共款嘛，就是南北管加即个人讲翁仔戏我用翁仔戏，大家可能较听有啦，偶戏你大概伫咧创作我讲我毋知你大概伫创作毋捌做过的即个剧种的作品的时阵，有啥无共款的感受比如讲什么款的困难，或者是什么款的心得无？有差别无？每一届你做无共款，比如我头一届接南北管，我头一届写歌戏的，这可能较早啦，因为你真正的作品已经真侪歌戏，尤其美芬老师迄边的，我知你写足侪嘛包含即个昆曲嘛，嘛有即个杨汉儒伊的作品嘛，因为我嘛真介意迄出作品所以你写过物件实在伤侪啊！你一定永远拢有每一届重新接受，就讲即个剧种是我头一届要去挑战的，你大概拢一定拄着嘛，像即届嘛是共款。那即个过程当中有啥物你特别来注意，是讲啥物款的挑战对你来讲是你的印象较深的无？其实若讲即届做南北管其实即种专业部分拢交互专业就对，我拢袂去加想啊。即部分就是乐手甲续费因爱去负责的，而且因做甲遐尼好，所以是即我拢袂。拢无烦恼，嘿，即摆我烦恼的就是讲，我性命创作袂出来，要安怎？有影就是讲，我感觉写剧本对我来讲是一个创作性命的代志啦。就是讲，尤其是空无甲创作一个世界内底的角色安尼，内底迄个逐个角色拢爱有伊的性命力，上困难是安尼。当然这甲剧种的迄种音乐迄种特质一定有关系，所以我是讲要写进前就是尽量较深的去了解讲因以前做的物件的逻辑是安怎。就是讲我是用有影做很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反正台湾嘛无啥物人咧做新话啦，尤其是用南北管做所以我就讲因以前是安怎做因是安怎去创作，是安怎因做出来新话会使互人相信迄是新话。是迄种音乐，迄种因的处理的方式，有影互人有一个足大的想象空间，有这种幽冥感，是时空拉得很大这样子所以就是讲我是用这种感觉，就是我是带着这种感觉去进入这个故事啦。较困难的其实是在于讲，本来我是感觉我即马就是咧写大自然的意思嘛，大自然就是无情的，无像人有遐尼侪情绪。其实南北管尤其南管，我感觉嘛是讲，迄情绪本来就毋免想清楚。所以我感觉讲即个有够自由的，就是讲，反正我毋免去刻画迄种人的心内底，你我啥就会转变。袂啊，反正就是毋免即种足强烈的感觉，就是一个足强烈的意象。我感觉是，我应该是咧捕捉迄种足鲜明的一个意象，伊有足大的象征性。我是安尼想啦。毋过开始写了后，家己嘛是足困扰，因为阮即种编剧是逻辑脑啊。对于阮来讲，合不合逻辑最重要。毋过我感觉愈写，尤其讲我头前安尼推翻家己了，就感觉讲我无法度用逻辑来写，我必须爱用身体感觉来写。所以我逐工起来要写这个剧本，我就是深呼吸啦，就是先吐一大气。我到底是写啥，我拢放袂记了，因为无逻辑会当伫我内底一块建立起来，就是讲。无法度，我就是大概入去安怎是安怎。我老实讲，我嘛定定记袂起来，我到底是写啥。是这种，就是讲这种太特殊了，我会变得没有依靠啦。而且这个剧本咧，一个特别就是讲，我写到一个版本的时候，我就用科普啊。就是讲除了讲家己编故事，因为故事是会使做虚构的嘛。我开始用到，因为确实是内底做一自然条件，到即马。是知识的部分，比如讲你拄仔讲的乌条你讲乌流，就是伊内底有足侪咱即马会使用知识的物件来解说来讲的物件。我想感觉讲，迄是我唯一可以踩到的实地啦。其他的物件其实是虚空的。就是迄个所以我就甲写入去，写入去了，导演看了就甲我讲科普不能丢，而且连续跟我讲了3次，因为伊知我大概写一半，足侪物件拢淡迄3个重新开始，伊就甲我讲科普不能丢。
啊，另外一个导演就是甲我讲，是因为咧开会时讲一句，我印象嘛诚深，伊就讲，嘛是咱行到即马即个时间点，即个世界吼，即个时代吼，才有法度，就是网络诶，遐尼发达，咱有法度用知识来了解咱诶处境，所以我嘛常常感觉讲啊，阮伫即个时代来讲一个台湾诶新话，是毋是有影这是一个应该入来坐标啦？啊，毋过这就是讲科普甲神话做伙要套揽伫即个故事内底，我嘛感觉做迷惘诶，因为就是一个是做知识性诶，啊，一个是意识诶物件，要安怎讲，啊，会使互观众感觉讲，无去感觉中迄种硬要分开的边界，你可以安尼倒入去，啊，你接受着啥，啊，就是啥，啊，所以这种写作经验我以前有影无啦，所以就是讲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体验。这个经验就是写到尾也袂记家己写啥迄种感觉。其实我感觉真合理，就是新话这个物件吼，咱过去就是讲这是人对这个世界的疑问的解说吼，是安那天顶有天星，是安那这个月亮会升起，是安那有一个遮大的火球伫咧天顶吼，这款的咱人用家己的这个设想来去解说吼，去做无共款的解说，所以新话是安那定定内底，咱讲你像你讲无这个逻辑伫咧内底吼，伊无一个理路，因为每一个人设想拢无共款，但是慢慢大家互相参乱，变成一套的无讲介清楚的理论吼，所以每一个人讲的拢会无共款。比如讲，咱若真正去看真侪新闻，你会想讲，哪有可能这个人啦，以人的个性来讲，哪有可能后壁做这个代志？但是这无重要，因为新话就是安尼，伊毋是透过这个理性的思考的方式来去整理出来的哦。但是当然就像你讲，当你要甲，因为你当是现代的人，你又搁要甲这个科学的知识，又搁硬要放入去内底时，到底要安怎去用合作伙？其实是需要开真侪心力。你变两边咧互相伫咧滚架，互相伫咧扭安尼，到底要安怎去甲放做伙？要去适应这两个，其实真无共款。一个是真理性的，一个是真需要我靠你的情绪、你的感受，甚至是身体的感受的物件。放做伙，我讲小可成即个南北管两款无共款的，真无共款的即个音乐合作伙的感觉共款吼，你必须要甲融合做伙，免惊甲呢。所以老师想讲我是讲到南北管，你就开始要叫你，无啦，袂啦，袂紧张嘛，你会使先放空一下吼。这个转折就是，随时要提问安尼，无啦，袂啦，这是你讲安尼即个感受啦吼，我伫听即个如芳老师伫讲的时候，我感觉我会有一款的感受。那像你都有讲，你伫创作的时阵，其实即届嘛有特别去，比如讲搁较济去看因的作品吼，是念的即个作品，进前当然上我嘛足介意，就是即个大新八还有即个风来吼。那即出戏我拄开始会认为吼，会想讲，那是毋是第三部吼？3部曲第3部，是因为确实我有感受到一款。接触到前2部的迄款感受，迄个感觉，所以我才会拄开始认为讲伊是第3部。但是因为这是照你讲，这3部曲第3部是到时阵叶秀导是家己会写对无？所以既然伊毋是导演你家己的作品，但是又搁是甲你的作品有关系。这两目前这部作品经知道甲你前2部就是咱讲。大新八啊，个风来之间有啥物款的关联无？迄个关联无一定讲是剧情顶悬的，就是对你来讲有啥物款的关联无？本正阮咧讲要，其实甲头一部迄金银毒吼，基本是伊是讲，我是想讲，甲卢芳这边我嘛是无甲讲吼，可能写起时吼，我睇敢若漫威世界共款无，有一寡敢若一寡那一撮交流安尼，或者是敢若一寡线索过来，像讲骑士劳斯基红蓝白无，我哋伊的女主角可能红色女主角在蓝色面内底变成个路人安尼啊，对，感觉淡薄将这种意思。还是讲开始有讲，所以卢芳开始嘛有写韩国在内底。头一版本的所以后来嘛是改后来拢无个啊。是讲较无较顺啊。就是讲我们那外来世界的入侵，无一定是伊写会顺的，所以嘛感觉后来就无做，就这件代志就那就促销啊。啊，讲有啥物关系哦？因为是做这种。本正做的拢是《山海经》神话人物，甲台湾的我自己虚构的嘛人名吼，但是
即摆是完全拢讲要做地理的，自然地理的，所以应该讲是，阮讲无想要做原住民的，因为你做原住民的，若讲毋对，是阮拢毕竟毋是。毕竟毋是嘛，无伫迄个文化体系内底，可能有一寡咱的解读有误，咱就对人较歹势就对啊。我感觉较危险，莫去讲。我甲你讲较好听，你讲。对，我讲者笑，剪掉，加掉，所以就想讲，一个其实他后来是一个比较孤立的一个世界观啦，是较无共，跟头前的其实拢无啥关系啊。只是以为讲，敢若就是神话，其实卢芳是讲咯，莫讲神话啦，讲神话后伊就头壳会摸咧笑，因为真正是无好写，因为比如讲我之前写的故事，拢是有《山海经》，我刷一寡角色怪，刷到来我家己斗的吼，我斗2个3个就好啊。剩的人本正人较熟悉，无就讲伊别人大家较熟悉嘛无影啦。即摆讲皇帝蚩尤，你即摆学生可能早就拢无熟悉啊。像我之前讲迄借过来的角色，是，但是嘛，至少但是我家己咧写的时阵，他还是有一个帮助啦。我讲不会整个世界来扛，像他讲，会扛，家己塞那个意义进去。连号名，你拄仔讲的困系，迄困计嘛是。嘛创作久的，因为念号名这个代志就做痛苦啊，因为嘿啊，就是安尼。对啦，对，是，所以其实是无关系的啦。但初始是有种想法讲，所谓看一寡怪，后来是其实拢完全无关系。但是我家己咧看，我有当时会感受讲，作品本身可能甲原本的剧情是无啥物关系，无啥物牵连。但是敢若做到最后吼，就是实验的物件，就是实验的物件，敢若袂走闪离。我无确定是安那，但是毋管我伫看金剑动，就算是讲伊是较近代人的故事吼。虽然你是有甲分年几小摕来意思一个吼点一个，但是敢若迄个规个结果，互人的感受，你敢若走袂去，就是我毋知反正是导戏的结果，还是讲恁伫咧创作过程中有每一个人的即个特性，慢慢加入去，就是会变成安尼。所以我伫看今仔日，就算甲你即个名吼，讲这什么团队做的名摕掉，我若看即喙，我可能头一个想到的嘛是，嘛可能就是实验剧情，反正因为孤行独饲啦，嘛无人当啊迄落，但是。确实，我就一直有即款感受。我一直是想讲，这其中到底有啥物款的缘由？反正像拄仔如芳老师讲的，就是我你伫创作的时阵，可能会真正会先看搁较侪因的物件吼，即个不知不觉之间，反正会受到伊影响，还是讲一个结构的方式会伫咧即个咱讲轻刻框架内底吼，伫即个方式内底，伫咧创作，伫咧生产即个作品安尼。反正是即个感受，我毋知吼，但是因为导演讲是讲原则上是故事本身其实是甲头前是无关系，但是我讲伊的风格啦，或者是目前有提出来，互大家知影的部分，但抑佫真侪物件我看拢无袂出来吼。但是至少我家己看到的感受会讲对啦，这就是实验的作品，会有即款感受吼，这是我感觉较特别的啦。说落来就是咱的即个小慧，小慧老师咱来讨论一下，你想他伊伫咧讲神的感觉吼。咱拄仔其实头前嘛有讲到即个金剑毒啦，吼，因为金剑毒的即个规模整体来讲是较幼路，但是嘛较少吼，较无遐大的即个规模的感觉吼。所以但你即届又佫顶届是南管的嘛，吼，即届是回归到即个我印象中敢若是南管北管拢有。是毋是？吼，佫共款有红仔戏，演员加乐师的即个规模嘛，比你上济时阵，就是即个大新北，应该是大新北较济，还是蓬莱较济？大新北对无？蓬莱较济。你讲人数吓？有人数。我是讲即个演员加乐师哦。对，蓬莱较济。大概加我算起来差不多2倍至3倍左右哦。因为即届演员都几落个啊嘛，演员敢若10个嘛，吼，佫加上乐师安尼，吼，我印象中敢15个是毋是？即届减啊，自动减一个，反正就是10外个嘛，吼，所以整体来讲，这规模其实已经超过蓬莱甲大新北吼，是即个结果。那你伫咧
编曲啦、作曲啦，有啥物甲过去无共款的无？你进前顶一出是顺南管嘛？那搁进前当然丰内甲大成班嘛有南北管，但是即届又搁是规模搁较大嘛，3管共济吼，遮大的应邀，互你啥物无共款的即个想法啦？是伫创作顶管，因为人搁较济啊，演员嘛搁较济嘛，吼，所以伫咧创作顶管有啥无共款的所在无？即届上头的时阵是听迄个台中歌剧院的总监啊，邱元总监，他有来看我们的算是试验，好试验，阮就是头前有先做一段，就是讲试看卖的小计划的实现，是，伊就讲即届迄当阵已经入选3管啊，伊就讲。入选3管，希望讲会当有听到讲，互人感觉讲南管、北管是学会起来的。我隐隐感觉到这个名较亲切的吼，毋是敢若讲敢若一寡人会晓安尼就对啊。是敢若淑慧老师会使唱安尼。你是后壁到时阵演出结束的现场假唱，大家对咧唱啊。伊就讲即个意思。毋过其实是足困难的代志。所以即届写的目前我已经应该是算讲写一半。的歌，就是有大部分拢是，互人听起来感觉较简单的。你伫选作曲的时阵会特别注意即件代志就对啊，较大家听起来较，咱若是用即个流行歌的讲法，就讲较有一寡巴拉歌迄款，感觉互大家较亲切，较有法度对咧学习的有机会通学的迄个感觉哈。嘿，这是你即届伫做即出戏的，甲过去较无共款的所在。对过来就是讲，让那个唱腔的感觉，我是希望讲我会使做甲讲无啥物技术的人唱起来拢足好听。好，听起来敢若无啥对档，毋是导演是有啥物款的意见？这是一个挑战呐，就是讲金银卓这个迄出的时阵啊。遐个歌吼，就是讲爱有一定的深入的南管的学习，是，才会当甲伊表现较好。是。我即届就是希望讲会使写一歌，就是无啥物学习，嘛会使唱甲足好听的歌的意思。所以有特别伫即方面，伫作曲上伫即方面有较注重对啊。嘿，但是安听起来，敢若就是咱的演员免唱啊，伤好都自然的。无咯，我就惊讲吼，大家误会吼，毋是安尼想的。阮是上课上了有半，阮有教足久的呢，咱教2期1期，阮佫申请别个文化局的。补助案对，还有另外上课，就是教已经2年啊吧。教南北管，我嘛有去上课。对，他想要讲，以后来上课，所以就是有另外，其实演员拢爱另外训练嘛。对，只是讲你伫作曲方面，变讲爱希望尽量紧，或是在做出较互大家佫较紧，会使亲近的感受的即个作品安尼。嘿，较困难的嘛是有啦，只是比例上会做一寡调整安尼。嘿，咱即个除了南北管，还佫另外一个拄好一直有提起，就是无独有偶嘛。吼，即个算红仔剧吼，伊是用偶戏团，伊的即个角色伫咧内底是啥物？他部分他是做这偶戏红仔戏的导演，可能设计制作，所以拢是做红仔哈，拢是由于那个。包括教，但是因即摆是免啥教，因为大部分的演员拢是都是因本身的。阮另外邀请的演员嘛有经验，红来捌合作过的，是，所以
较无遐困难啦，对对，所以但是有一寡可能讲红仔鱼迄身体啦，可能或是迄部件啦，可能拢是甲舞台设计会合作会。要让它结合，这部分较困难，拢是这拢应该是讲大家斗阵讨论这样的。所以你红仔有一部分可能，那么会变成舞台的一部分，舞台的道具，舞台的可能什么景，后来又变成一个人物或者是什么动物或者什么物件呢？是不是？对，但是还未确定，是不是？对啦，是安尼啦，无白讲。因为之前伫咧风来内底，其实嘛有像即款的设计，我印象中敢若有即个物件嘛，包含大新北敢若嘛有，我印象中就是比如讲即个河神，敢若有河，毋是河神哦，大概听就河神河神吼，即个河伯吼，河伯，敢若嘛有像即款即个伊有用红仔来做，伊嘛会变化成别个物件嘛，印象中敢若有即个物件，冰面尔啦，变成敢若刑天还是啥物？对，即个是共款有类似即款的创作的方式，但是规模较大，还是安那？无，因为吼。应该即摆安尼讲，因为即个故事是有2言嘛，伊时间有2言，一言是讲比咱较未来的，是，对世界末日嘛，最次了的代志啦。希望查某囡仔的时代，对，比咱即摆较晚，较未来。啊，一个是新话的时代，是古早的。对，所以但是未来拢有想讲吼，可能即摆咱现代建筑物倒去啊，人讲倒离你安怎啊，可能拢。总变废墟安尼，就是所以有一寡物件可能是红啊，或是海水啊，污染的海水，也变做内底就变做生类内底角色是想讲安尼咧做，所以迄个风格是甲现代建筑物，或是咱即摆即寡物件去变的。即敢若即一寡电影的手法共款，其实有一寡电影嘛会大概像即款的手法啦。我感嘛真期待，因为其实无独有偶，因本身的作品嘛拢真好看尤其因伫即个红仔戏的部分，真确实是真厉害。迄个想法有，但是咱想讲，哪会想着要安尼做讲因嘛是真哩，拢今日可惜因今是无人过来啦但是都有导演来替因解说即个，所以我毋知伊是毋是安尼想。应该是啦。反正这都是一个大家做伙合作的一个作品嘛。咱时间差不多先休困一下南面甲过转来。你即马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 Podcast 的声音节目《台语话故事单元》。伫即个单元，你会使听到台湾的民间故事、在地历史，也有特别的风俗民情、都市传说。我会用台湾的本土语言之一台语来陪伴你做伙熟悉咱家己，也会邀请甲台语创作有关系的创作者来开讲，介绍好的台语，甚至是其他本土语言的作品给你，希望你会介意。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来，咱继续等来吼，即个经济岛，因为即届较特殊之处是，咱拄仔伫迄群时间嘛有小可开讲着吼，风来啦、大新北其实利用是家己创作的即个新话语当然，因为像你拄仔讲的，其实即出戏甲迄两出其实无直接的关系嘛所以包含你用的语言嘛无啥共款。你即届用的，当然南北管是会用南北管家己该有的语言去唱，但是你内底对话目前讲看起来是讲用台语。是安那有即个差别？你啥来想讲要用台语来做即个故事咧？咱是我要先讲还是你要先讲？你先讲好。我先讲哈。
本正是写的时阵，卢芳是有讲，伊是毋是讲要用神话语来写，但是伊就是讲我的神话语的写法是毋是安怎，因为神话语敢若迄讲迄写的方式，甲咱普通讲的是较无共，是，伊就是其实有揽着华语甲台语是迄种语法，就是，但是嘛毋是讲文言，伊毋是讲敢若文言，也嘛毋是讲敢若拷贝安尼咧讲，伊有揽着，所以讲本正伊是写想讲伊要决定一件代志，或是讲啊你。是会当饲，因为本正的角色啊，还有真正是《山海经》迄边的汉化的即种，后来当然是无啦。到落尾是讲咧讨论的是讲，我家己是决定讲莫用新话语，因为我想要做一个区隔啦，甲有一个差别起来。嘛是想讲是毋是要用客语？还是台语南客语，还是有，但是就咱今摆剧本内底是讲英文哦，是魔鬼终结者哦，I will come back。所以你即出南北馆的戏内底有讲英语的，有 SOP 哦，佫会唱哦。我迄天听到有影迄个苏慧甲迄个 SOP 唱出来时，我有影惊一条，够搞的，搞到毋知要怎讲。就所以就有应该是讲，若是讲咱的本吼，若讲客语啊，因为内底就咱几个跟一个演员克罗西欧嘛是算日语啦，毋过对啦，是，像讲是毋是若讲迄世界吼，讲规个台湾吼，较原住民的话，阮就是无可能揽入来嘛，但是客语可能想讲揽入要安怎，敢袂安怎使用？但是我就讲，足危险诶，因为你语言进来就要分层嘛。是。你要分层，就是讲有好人、歹人，还是讲代表啥物？代表啥物？人啥物感受？这个族群是啥物款诶？这个族群呀，但是毋知影那家己家己做歹人嘛无啥好。所以毋知要哪分配？这就无办法，所以了就决定讲，咱还是做全台语就好啊。想讲别个，即个演员因进前台语嘛讲了无啥好，但是别个剧团去练，来咱遮练，搁练别位练，安尼袂歹啊！大家台语愈来愈好，对不对？免讲后摆咱去看戏的时阵，就家己嘛是讲观众嘛是讲，安尼嘛好，大家即马拢咧听。看戏看台语的，也是安怎，嘛是最好的啦。你后边会使邀请演员来遮练台语，上节目练台语。咱有邀请，但是无用迄款啊，拢无用。我惊讲大家是讲歹啦，所以有机会再来算啦吼。所以即届你其实都是像过去台语的即个身份共款吼，定定讲那一寡较比如讲罗马角色啦吼，或者是较无好反派角色，定定伫咧华语电影内底，就是有台语的角色，就是来讲用台语来讲，或者款角色。那其实咱像看美国电影这几档嘛，一直拢有伫讨论即个物件。比如讲，若是演歹人，就是啥物款的种族，啥物款的人种吼，过去嘛定定互安尼来讲话啦，讲安尼其实是无介好吼。咱讲政治正确嘛吼，当然定定即款的讲法。确实会有即个危险性伫咧，无希望造成大家误会嘛，无希望造成什物族群的即个负担，无介欢喜安尼，用全台语较无即个问题啦。不过台语内底嘛，足侪腔口呢。是，阮即摆是用顺聪老师的腔口家己腔，家己腔。嘿，这就是我后壁想要问就是讲，即个谁来想讲特别去找咱顺聪先啊，定来甲伊直接甲伊算哦。顺聪先啊，即个请伊来做台语的指导，即个特别找台语指导嘛，对无？嘿，是因为进前若有是，比如讲南管，阮唱南管的。无理解，两种是我咧教，是，但是迄剧本啊写起来遐侪字吼，那要全部用台北腔吼，是，我教要死，因为台北腔的有一寡舞台表演是较无方便，比如刚讲台北，阮就讲台北，对，是变调的差别，对，因讲台北，刚我讲台北，其实伫舞台吼会听较无明，因为那个这个差别，因为低音吼会吞掉，就是它的。你讲你讲若讲台北会较听袂清楚，会较听袂清楚，因为台北
台北专腔较济啦，吼，所以较实变调来讲，伊说是5调变3调，会较实会变台北。对，所以你个音吼降落吼，会听较无明啦。所以有舞台的考量就对啊。是，本来就女演员的声本来就较听会明。是。咱大部演员就是较听袂明。伊声就较调个降落了，就较听袂清楚。对。这是一个啦，一个是讲我不要增加我的工作量。对我家己嘛无讲介好，有一寡我嘛是爱想，像卢芳迄剧本写来，我想这里原来比如有一寡字我无啥。是。因为我尽量用台语本写啦，所以连看也是对演员来讲咧，已经是一个挑战。对老师是用台语本写。是。所以有一个老师专门的老师来教是较方便，因为可能一个去调。是。比如阮顶摆有线上，顶摆疫情严重时有线上上课。是顺聪伊家己确诊了。还是甲讲在。后来基本上讲1对1去教，安尼较方便啊，不如对。所以整体规个剧场的演员，目前这10个演员就是拢会以即个顺聪先生伊的腔口为主就对啊。对。所以拄开始就有讲好讲以你的腔口为准安尼。伊有讲我要选无？但是我咪讲，我是讲卖啦，就即摆大家听较有诶，因为你专就腔台北腔点样讲吼。我专腔打较少对。对，别人会较听无，会较想者。确实是家己腔，家己是较我讲腔啦，所以都目前较优势。我嘛毋知。伊家己人啊，对是家己人。反正我就是听伊讲优势腔啊。嘿，伊的腔较我优势腔，确实无毋对只是讲若正优势，但可能高雄是上优势腔啦。目前官方是较用伊大部分啦，大部分是用高雄的腔口，其像第8调啦，一寡家己的方式较我上我高雄腔。真侪即款的腔口的变化，家己是像家己人较活，甚至也佫保留一丝老江腔，这部分嘛是宜兰佫有的物件，就是会甲阮较活啦。我家听起来当然是较顺势啦，对，但是我真爱听即个，毋管是即个东话专腔，就是像恁用的是即个三一腔是较全府腔，拢足趣味的，对我来讲拢是足好耍的。无共款的腔口，无共款的即个讲话讲出来的气味，我讲听起来拢真好耍。我是真介意听无共款的腔口安尼，所以你专工找即个台语的指导来做即件代志嘛？目前基本是全部拢完成啊，是啊。先讲是完全拢完成啊。所以就是你个做完成真久啊，几啊久啊，就是逐字逐句安尼调吼。演员感觉需要甲逐字逐句安尼调？有调到即个程度，10个人。10个，但是大家其实剧本无介高啦，所以大家本起来迄分量是无讲足济。我唱一个，南管的部分是听我的嘛，所以其实无讲介唱着时间就过啊。但是无讲真济，因为这内底佫有南管对无？所以南管的即个价值就伊佫无共款啊。对，无共。南管的价值是，伊等于讲演员毋若爱去调。伫咧舞台顶讲的台语以外，伊唱又搁爱换另外一款体系，另外一款无共款的腔口去唱伊个男音嘛，即个方式去唱，所以演员袂逐工安尼 complain 哀叫，我特别错乱伊啊，会无？应该袂啦，因为真正来演即部即个戏安尼，第一小导演的戏应该有即个心理准备个。系啊，生活伊拢讲会出来，佫有啥物？对，应该是还好，但是有听到伊顶摆我排练时听到一个演员伫遐讲台语的时阵，伊讲的，我发现伊讲的毋是纯聪的，伊做伊讲的是泉州腔，因为伊有学南管嘛，伊无细腻就讲出来啊。伊的平常是讲话颠倒就南州话啊。对，我其实从踮遮讲话，我嘛是南的。比如我会讲台语，但是普通的一寡话，我嘛是有，我嘛讲台北，无安怎是伊嘛会南着。这是我感觉无共款腔口伫咧剧场发生，就无介重要，就嘛无要紧啊，也无要紧啊。其实你若舞台顶，尤其讲一丝啊，我感觉是较无要紧。若是因为有当时咱会看一寡戏吼，最特别就是
台语的戏，但是伊是共家族啊，比如老爸啊，无甲囡仔，规口走每一个人腔口拢无共款，这就足奇怪啊！这我捌听过，恁是倒遐来，甚至讲兄弟姊妹啊，腔口嘛拢无共款，就足奇怪。你讲爸母无共款，那个正常啊。电视剧吗？电视有，但是嘛，即个情形啊，吼，就是啥人定讲台语指导，但是伫咧迄个演出内底有一个真重要的所在，就是你若是做戏是台语，即点真正会特别去注意。吼，像咱之前咱拄则私底下伫开讲看即个台语的舞台剧、音乐剧的时阵，我嘛会去注意即个物件，甚至讲有讲你台语为反正即个剧情内底，即个角色是为无啥会晓讲台语，甲慢慢练会晓台语，伊爱讲的方式嘛爱无共款，家己的即个正确准确度嘛爱慢慢变嘛，吼，所以真侪真有路的物件，吼，这确实我感觉讲台语指导是说落来愈来愈侪，甲台语有关系戏，拢必须爱去了解，吼，就像卢芳老师是家己是写过遮侪歌戏的剧本，吼，但是讲实在论真讲，我家己其实嘛踮过歌戏团，吼，无演出啦，无演出。其实我甲老师嘛见过几改编，只你袂记哩尔。这咱私底下甲讲，咱那边私底下甲你讲，但是你若看真侪戏嘛，使感受会着讲毋是每一个演员，就算伊讲是歌戏演员。嘛，毋是每一个人家己拢确定，拢就准确吼，拢就精准的是，拢是家到位的。其实嘛有即个问题啦，吼，所以甚至我有当下认为讲，连歌戏反正慢慢伫未来，你若要搁较精致、搁较水，真济台语指导其实是有伊的需要。我认为是安尼啦，吼，这是我家己的观察。咱一直讲到即个台语腔口的差别嘛，当然你有讲，主要就是戏内顶逐个目前都是用顺从深爱即个家己腔，吼，所以像当卢芳老师嘛有讲因为咱嘛讲你写做侪歌戏的作品嘛，吼。定你可能会接触到真侪台语的环境范式有，我伫想，但是以你家己的经验、你的观察来看，你会感觉讲目前虽然讲，当然你若比如讲你写美芬老师的美芬先生的即个戏。伊逐场嘛是满，伊的即个票声绝对好，这是较无问题，红仔头出来都差不多但是靠伫即款的特殊的情形来讲，整体台语的环境对你家己的观察，因为毕竟我目前做即个频道是用台语来讲台湾的物件所以我来宾只要是新的来宾，像这两位咱导演甲教师都会使跳过来，因为顶届因互考试过共款即届我都爱甲即个问题，然后即个卢芳老师这边就是讲，你家己观察台语的环境，目前台湾台语环境，你会认为未来发展是较乐观，或者是较悲观，或者是有啥物款你有无共款的想法？这问题伤大。即题因拢讲过嘿，真正因拢有回答过啊。大概咱听友若袂记哩因讲啥，等去前几集找一个我敢若知影，我家己无悲观的权利啦。啥人来讲？毕竟我嘛是真爱听台语啊。我是家己心内想讲，我若有一天要走，我希望耳孔甲我讲话的人是讲台语，互我听啦。就是我有即个愿望即摆环境我知影，逐个拢不怎么看好啦。我嘛其实咱就现实来看，有影嘛是毋是讲伤乐观啦。比如讲你拄仔讲着歌戏，其实即摆少年演员确实因生活中嘛无得讲，是，所以变成讲因对家己台语对来讲愈来愈像标准的一个语言，毋是因生活语言。其实即个物件就是讲，你若无讲了真讲要安怎讲，就是讲歌戏本来咧迷人的所在是，对演员来讲，迄是因足自然，就是讲规工咧讲熟能熟能生巧，因内底产生一种为身体出来一种亲切感。即种对即摆少年演员是无啦。因就是较硬学，而且我捌听过人讲，迄颠倒愈科班的出身的迄台语愈歹。所以我毋知这是啥物情形造成的，就是讲其实是愈了然啦。毋过我就是讲，毋过要安怎讲，就是你若，所以我即摆家己咧写台语的剧本吼，其实写这甲写歌戏无共款啦，足无共款的。然后嘛有写比较较近现代的台湾的故事，拢要使用共款是使用台语的物件，迄种语境，迄种你要表达出来的迄种
文化是思想，拢毋是甲歌戏共款的，所以我嘛拢大概拢感觉拢受到足大的挑战。我感觉讲，其实我是无迄个才调，讲就是讲你要表达较深的物件，还是讲你有一寡安怎讲，你无足够的北来，你无迄个语汇，会使表达。其实这嘛是我伫写即个题材的时阵，包括你讲你要写海洋啦，你是到底是捌啥物海洋？迄剩即个部分我。老实讲，我是去看迄个夏曼南波安的物件，因为就是咱汉民族都毋是即种，咱无即种自然的情操情怀，咱的语言内底无对我来讲无真有够用的物件会使去表达，我无想要去用迄种我较算讲较熟手的迄种古典，因为我感觉你若写迄写出来，我感觉迄就山海经啊。嘿啊，我就讲，迄就是讲，我写出来就感觉足硬腰，我感觉就是讲你头壳，你的身体安尼感觉，毋过你的比例，嘿，你手头的力量无遐尼大。我只是感觉讲，我若做会到，就是讲，咱若甲物件做出来，若逐个感觉讲有水气，还是讲有去互感动，就会感觉讲，来讲即个故事所使用的即个语言，即个表演形式是迷人的。我是家己安尼很一厢情愿想讲，逐个就感觉讲，这个台语袂使无去，还是讲我本来无咧讲台语的，我会去想要去学，要去了解。至于讲到底即个物件要安怎留，其实我嘛无法度想伤济啊。因为我感觉这拢是气数，是缘分啊，这拢不能强求。气数。所以其实你有讲到一寡较目前你观察到的现象，尤其是因为剧场的关系嘛吼，剧场的观察，我讲是另外一款完全无共款的物件，因为一般咱较会知影讲，比如讲伫咧台北。你可能真歹听到讲台语的环境，甚至讲你去到台南、去到高雄，大家拢认为讲迄个所在台语应该较济。但我前阵仔去高雄，我就超工去试验嘛，所以你就知影讲，大概什么所在有，什么所在无，其实无咱想的较济。那入到剧场，迄个是另外一款的环境啊。那剧场内底，咱想讲，比如讲歌戏团，照你讲，即个物件应该就是你天生而成，你自然你咧母语。但事实相当嘛，毋是安尼啊。像咱我拄则嘛讲咱，我较早嘛捌踮过即个歌戏班吼，当然毋是演戏啦吼。伫歌戏班内底，你就会使感受到甚至是较小可有会的演员，伊嘛无一定有法度好好啊用台语来开讲伊袂使讲伊无法度讲话，但是你伫听的时阵，你会听会出来迄个差别。正讲伊若台语讲了会顺，是台语。日常有伫使用的迄个感受是无共款的，像你讲的，你若真正有伫用甲无伫用的人上台了后，伊开喙讲出来的感受，其实你知影伊是硬学，还是伊是真正有法度安尼讲的，为伊身体来发出来的。我感觉真正是无啥共款。我感觉即歹去形容即个语言对人的影响但是咱定讲语言毋若是一个工具伊毋是讲一个咱讲沟通，就是沟通啦毋是讲一个对话的工具。伊后壁的即个文化甲思考的方式，其实真正无共款。你用华语写作甲用台语写作都是无共款。所以像有的作品是，你要比如讲伊是台语作品，你若用华语写，反正必须要搁加一言去翻译。这都毋是只是讲我看字照念安尼尔。我毋知罗芳老师你是若是写歌戏本时阵是用台文写，是用华语写、华文写？其实我袂用。安怎讲？因为我汉文是毋是？对我来讲，大概是这个意思是两边可能拢念得出来。比如讲，尤其是你写到喜剧，迄种语言绝对毋是你用华文写会出来，所以你一定去写到迄，就是会难一寡写。毋过我袂坚持讲一定爱写，我袂坚持讲爱用台语文啊。毋过即几年咧写即种较迄落，我就想讲，我感觉这是自然的，家己嘛有一个思想还是感受上的一个进展啦，我会感觉讲，我就用这来试看觅咧。开始有一个变化就对啊。是。确实是因为歌戏剧本当然讲实在，就是大部分的用字用词，你毋管用华语读、用台语读，大概拢读得出来，因为就是汉文嘛，汉文就是有这个字伫咧，大部分只要有这个体系语言，大概拢法度读，甚至你用日语过去的日本人嘛是有法度读。但是。那譬如讲，即摆咱做即个新的戏经济岛的时阵，
有真侪，比如讲你讲未来即个查某囡仔漂流吼，即个岛上，那未来绝对毋是用过去古早诶即个语言汉文诶方式伫讲话吼，所以确实即个时阵你就选择用即个台文诶方式来写，佫较接近咱诶口语诶感受诶感觉，是毋是安尼？哦，所以我感觉这是。跟平平咱定讲台语其实嘛无共款，完全无共的赞处吼，较我汉文的方式，或者是较白话的方式，甚至是佫较未来的方式，拢有可能。我认为这嘛是一个台语的发展吼，就是当然过去的物件咱会去保留，但是新的物件嘛是爱生出来，伊才有发展的未来的空间嘛。所以像老师做写这个剧本，你像你刚才讲，你讲无。悲观的即个条件，其实某一部分我认为嘛是安尼，就是讲咱必须要一直创作，一直创作，一直创作。你无迄个时间过去管讲你未来发展啊，因为你爱做出当下人需要的物件，当下人需要用当下台语，用当下即个发展出新的物件，新的语言的发展的方式，才有法度真正互延续落去，吼，继续生落去，继续发展落去。啊，无你就算悲观嘛，敢若。无法度解决什么代志，当然有真悲观的现象伫哩啦，吼，比如讲你像咱讲的，当少年一辈伫演戏的时阵的问题，吼，这看会出来，吼，这实在是想袂过啦，吼，看会出来。但是确实，凡世这物件慢慢建立起来，我认为嘛是还佫有伊的可能伫哩。咱毋敢讲偌乐观啊是安那，但我认为是有即个可能伫哩。上尾的时间，我想要留互即个。淑慧先生啊，秀慧先生啊，老师啊，先生我毋知大家知影无？先生就是老师的意思啦，吼。秀慧先生的即个，听讲拄则你讲你要教我唱南管一句是毋是？我讲规下晡时间拢留互你，所以说落来咱听友若经看后壁佫剩2点钟，我知影讲，就是我学袂晓。你有安算要安怎教？吼，你是有等者，我先补充一下吼。拄则咱伫当场戏群的时阵嘛，导演特别讲，伊毋是即届即个演出的音乐部分，还佫一寡特殊的所在想要讲，啊，各位你拄仔无讲到的，你是无按顺着讲，我拄则要讲即个代志，你甲我看是无想着讲我会佫讲起即件代志，是毋是？因为导演的那个演示吼，伊的动作我看无，所以我拄仔无 get 到。安尼，伊的意思就是讲，咱即届呢有一个北管的妹妹，伊嘛有独弦琴是啥物款的琴？越南的，越南。你即届是有参越南的乐器是毋是？毋过我无迄个讲用。越南的音乐的意思，因为伊是一个足原始的乐器，原始，伊是敢若一条弦，吼。对，它这个造型其实是很原始的，就是在那些原始的很民间音乐。都是有类似的东西，比如讲咱原住民的口簧琴，我知，就是一条，是，对，那个乐器的形制其实是非常原始的状态。那你想要放这个物件这边？就感觉讲伊该爱放入吧，嘛是身体感觉吼。你原本就知影这个乐器，这个技师的存在。对，是向去上手着。拄啊好，即个妹妹，讲妹妹好像很奇怪，学妹啦，伊嘛是学北管的，毋过伊后来就是有接触着即个乐器，越南的音乐，所以就会使做阵来。有提起过即件代志，想讲这放入去有伊的效果伫哩安尼。所以即届是有一寡较特殊的乐器，毋是你。其实你每一遍伫使用乐器，我知影讲真侪迄个讲技师嘛吼，真其实拢有。我感觉每一遍拢有一寡无啥共款的所在，像你顶遍做经验度的时阵，你甲即个声甲放入来，佮头前放一大堆有诶无诶技师，我应该叫袂出名诶吼。有像咱顶个你有讲着讲啊，敢若古早诶即个南管嘛，捌用过即个物件吼，你重新甲掠倒来试看觅，我都来创作出新诶物件无？即届又果是新诶乐器入来安尼，对无？所以你伫
伫做曲的时阵，定定是毋是每一摆拢会有新的物件？我感觉，敢若你拢会去。虽然即个大的结构内底是无上大的变化，但是每一摆内底敢若拢会增加一丝物件去做变化的感觉。敢若是爱安尼啦，无，因为我作品可能还不够多，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所以你感觉讲还佫有真侪空间通啊变怪的对啊？对，像即个趣味的物件伫内底。像即届我嘛会拍卡鼓，卡鼓即届就会可能会用较济。卡鼓过去是伫啥物音乐内底出现？伫个南管戏。南管戏会有。嘿。北管无。北管无。是南管特色的乐器的。敢若南管有尔。南管是有，南管无。哦，知影。嘿，是梨园戏。我了解。才用卡鼓。梨园子弟迄梨园戏嘛，梨园戏。即届就是嘛甲囥入来。你顶边敢有囥无？你顶一出是南管的作品嘛？电脑无囥。蓬莱时阵有用，毋过就短啊一段尔。即届伊的即个分量较重。嘿。所以每一遍拢有一寡无共的所在，就对啊。嘿，一定爱。毋过无共的所在，因为剧本就无共。我看到剧本的感觉就是足无共款的物件。所以你会根据剧本互你的感受去讲讲，我除了可能剧本该有的以外，我阁想要囥啥物款的物件入去安尼。嘿。所以每一遍拢甲剧本其实是有关联的，对啊。你的乐器还是作曲的选择，其实是甲即出戏本身有，毋是你只是看到讲我即届南管我就用南管的乐器，用北管的乐器，其实毋是干安尼尔。嘿。每一遍拢无共款，所以因为你顶遍迄金面都是规个摆出来吼。真正足侪物件，我拢讲迄夜市啊，敢若摆搭要卖物件的感觉，所以即边又阁是无共款的感受着对啊。因为卡鼓是伊的节奏感是会较明显，是毋是？还是有啥物款的特色？伊的特色就是骹会囥伫个鼓顶悬，用骹去拍鼓，用骹去控制，卡鼓会破，要控制它的音高，控制伊的。对。它会有像西洋的鼓要去改变音高的话，它是一颗一颗的定音鼓。是。一粒拢无共的音管。是。咱卡鼓是一粒用鼓改变那个鼓面的压力。伊的这个音管都会变化。对。敢若有一寡乐器，我知影有一款是这个人讲华语讲天鼓，是用手拍的，伊应该是。迄毋知倒遐来，我毋知倒一个乐器。我有朋友伫算这，伊敢若嘛是会使一支手囥伫无共所在拍出来，即个音管嘛无啥共款，是有类似即款的感受，是毋是？感受。当然，材质无共款啦，伊这是透过压制即个鼓面的压力嘛。所以有无共款所在，但是就是即面鼓本身，因为一般咱鼓就是以节奏为主嘛，嘣嘣嘣。但是其实你的鼓是会有无共款的音管，共一面鼓会有无共款的音管安尼。我到时阵来找一下即个卡鼓，还是你遐有相片会使，互我一张，我到时阵放伫网络，因为我讲这是真特别的物件啦。因为一般人咱定定看戏看伫舞台顶的物件，但是真侪。无一定是幕后，甚至是即个乐师因使用的物件，其实因的表演嘛本身嘛是拢足重要的。但咱逐个无一定看台顶随看会到。我感觉即个物件互逐个来熟悉者，啥物叫做卡鼓，我嘛真正对即个物件无熟悉。到时阵甲请即个小伟老师提供相片，互咱听会使先看一下，是啥物叫做卡鼓。当然要亲身看到嘛是爱去剧场内底。所以最后即个时阵就是爱留时间。好，咱的你也袂学呢？对。想要哎呀，拢放袂记。我本来是讲先留时间，互导演甲即个宣传讲了一个啦。无我先甲宣传讲完，你才开始讲。无后壁2点钟伊才我点我是毋是爱看一下？你有资料无？我讲要看卡鼓的，爱买一楼的票，一楼的票。是。所以我即摆讲，
啊，你当手头无资料啊？我头看，安尼导演有资料通啊，互咱这最近有资料通啊，互导演看一下无？即嘛是爱买早鸟票，嘿，即个时间，因为我赶咧找恁来，就是我知影讲有早鸟票的时间嘛，吼，这提早买有提早的即个计数，上好的计数啦，吼，所以有优惠折扣的。希望互大家先紧的知影一下。原则上这集应该是后礼拜就会上啊，就会上架发布啊，吼，真紧。安尼也会付。嘿，就是要赶即个时间，希望讲大家若真正有兴趣，你顶届包含讲顶届咱伫讲即个金银岛吼，即届啊，佫有即个景之岛，共款希望讲互大家紧诶知影，尤其是演出的资料、演出的代志，拢希望尽量互大家较提早知影，因为你才有时间去安排你家己要看倒一场，提早买票，较有较好诶计数啦。讲实在嘛，较好拣着好位。我讲提早买最重要诶，有诶是真正是你。人甲一场啊，看甲咧，毋知啥物外国所在看袂着人诶，真无彩。不要紧，阮即届咧，为着1楼、2楼、甲3楼诶观众朋友哦，拢有安排即落无共诶福利吼，福利，无共诶体验就对了。体验，啥物款诶内容，会使互大家小评判一下。你会使买3场，吼，3场诶，1楼、2楼、3楼，拢爱去坐看卖咧。哎哟！有大概会使讲一下无？大概啊，就是1楼就是看你的卡点无？嘿，1楼看我的卡股，是看你的卡，是看你的卡，嘛是看会着吼。啊，2楼爱看啥咧？重点是啥物？看翁仔，看大神翁仔，干嘛呢？会使看讲。嘿，阮翁仔有做大神，啊，你看2楼，啊，佫有无？2楼的感受是上拄好，是不是？本身我家己毋知。3楼，你若敢讲，你就详细甲说明啦，吼。导演我本身是毋知导演讲伊毋知，我先起3楼是啥物咧？阮替给导演讲，啊，导演就爱照阮讲伊惊。所以你3楼有啥物款的暗示诶？3楼就是神秘。目前保持神秘的对啊。嘿，3楼是一个全知的观点。对。嘿，头店看落来。你看了，你了了，打通任督二脉。入场看就知就对啊。来导演来宣传一下即个演出的资料。阮哎呀靠，要破掉。要死。这破音我拢袂加掉。阮这个景之岛吼。台北场吼，若顶港的朋友吼，可能你靠我台北你买台北吼，国家戏剧院吼，即摆已经开始即个会员预购啊，12月8號全面起售，即係咱講啦。你無用愛照字念，甲你意思念出來，都講出來就使。12月8號就開始賣啊，大家攏買會到。啊，早鳥票呢，就是愛踮即個12月29號進前買啊。啊，伊阮演出的時間是明年的5月5號甲5月7號哦，拜五甲。對啦，拜你個我會驚咧，拜五甲拜日吼，專拜五甲拜日，自拜五到拜日，毋是干那拜五甲拜。其實到禮拜啦，我你怕未講拜日啦，伊講到禮拜哈，到禮拜，吼三場吼，5、6日攏有吼。啊，售票頁面家己找一個，啊，無還是阮甲打一個。無緊啦，我到時嘛放佇說明內底啦。下港的朋友吼，來看高雄吼，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歌劇院上大間迄間吼，啊，伊12月15號開始會員預購，22號全面起售吼，啊，早鳥票跟明年的1月5號吼，啊，兩場加兩場吼。6月伊演出的時間吼，高雄的演出時間是6月17甲6月18兩場吼。啊，售票頁面我嘛會閣發布出來吼。安尼講了有名吼，就連是講到哩啦吼。啊，無緊咧，大部分的資訊我攏放佇咧說明，互大家做參考啦吼。我知大家佢真係聽較無啥。我感覺即擺吼，甲頂擺來錄音吼，感覺較無共。頂擺嘛是講到哩啦，但是即擺有較毋知影見笑。愈來愈敢講，來加來幾擺啊，就會較自在就對啊。我聽講拄則有即個啊，我是毋是應該先錄即個結尾詞吼？咱攏有一段即個結尾詞，錄好甲互你好好啊來即個咱來訓練即個南管吼。因為我我驚我一直袂記念即個結尾詞吼，所以等我一下，我來找一下我結尾詞即個。你有要調整看覓無？我
当有开放互咱的即个听友挑战，就是我有写，因为我大概结束拢有念一段话嘛，然后会互即个咱的听友会使试看觅，互恁来念安尼。恁有诶人会念好。最近有即个用布袋戏，无共款的布袋戏的角色，无共款叫嚣的即个腔口来念的，传互我大概放伫上尾后壁安尼，所以我来找一个我会。好咧，我直接要先做结尾啦吼，但是后壁会囥偌长我毋知影，我会起来无吼。来，反正即集的即个访问结束啊吼，毋知大家对即边的访问有啥物款的想法咧？即集的内容你听若是有介意，或者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Firstory 留下互我。若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erbox， 嘛希望你会使到下个了这份数互阮一寡鼓励。Facebook、Instagram 找找也特聊聊天，嘛会使看到更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好，咱就先到这结束，后壁的代志啊。我先甲大家拜拜，甲大家拜拜。可以拜拜，你袂使拜拜啦。My Lord, I your story.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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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d, I your story. Oh story. My Lord, I your story. My Lord,好，来后壁留互你，你要教啥？来，咱来试看觅。好，就足简单的。咱的男主角也不算男主角，就是克罗西欧。克罗西欧。有一个歌。克罗西欧，安尼。克罗西欧。对，克罗西欧。再次。克罗西欧。对，然后再来就是1公车14641。我本来想要问这个代志，就是你有互我迄个音档嘛？我就想讲，这毋是迄个什么叫做公车铺吼？对啊，迄个字，所以是本来就无歌词，还是还袂填词入去？我本来私底下想问你这个代志讲，他就骗作曲费啊，他没有填歌词，所以这个词真正就是生做安尼。对。有咁有啥物意义？就是单纯伊伫吟唱迄个感觉哈。就是讲这个旋律其实是南管传统的，是，叫做公尺谱诶，公六公，它是一首那个 Paul 的最后一段，对，7首版的最后一段，对，你请水。南管的公车谱跟那个一般听到的响车公换例无意是不一样的，佫无共款的对啊，无共款。好，来，咱来，你佫唱一遍。克罗西欧1公车14641。对，就对。你说，你先后半段好了。1公车14641。1公车1，节奏是这走什么？1公车14641。1公车14641。你2点钟就响啦。对啊，2分钟就会响啦。这是克
老是这四个字是同款的节奏。对，去老是哦，一公吹一四61，安尼，哦，赞，安尼会使去演戏袂？会使，冇问题。好，来，咱今日就到这结束，好，谢谢大家，我同过一口气啊，再过你啊。好，谢谢，拜拜。拜拜。